威文今日會介紹晉源2座，一個實面積1185尺，3房1套2廁加公民套房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去睇睇。晉源位處於發展密度較低嘅綠化地帶，背山面海，單位客飯廳超過32平方米，南北對流，方正實用。屋苑北面嘅海星灣只係相隔咗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，單位亦設有特色露台，望返一片翠綠樹林景色，遠望亦有連綿壯麗山景，而右邊就係帝琴灣海賢居。晉源由3座組成，提供148伙，每層只設1至3戶，單位實用面積由800多尺至2600多平方尺，飯廳設有大幅玻璃，望返馬鞍山，亦令到單位採光更加理想。打開飯廳嘅通風窗，單位空氣更加流通。屋苑間隔分為3房及4房，亦配置不同數目嘅套房。單位一律採用獨立式廚房設計，而且配置齊備，包括大型雪櫃、洗衣機、焗爐，可以話一應俱全。媽咪每日為自己心愛嘅子女喺度準備醒神嘅早餐，都係賞心樂事啦。廚房旁邊係工人套房，亦有通風窗。走廊嘅左手邊係浴室，設有玻璃鏡櫃，採用淋浴間。屋苑會所亦設有室外泳池、燒烤場、宴會廳，亦為住客提供不同嘅禮賓服務。而兩間嘅睡房大細相若，都有7.3平方米。區內嘅白石角高爾夫球練習場、燒烤場、烏溪沙沙灘等，都係親近大自然嘅好去處。屋苑鄰近嘅迎海及銀湖天峰，分別設有商場、超市、零售商店及小型街市，滿足日常生活所需。而主人套房亦超過15平方米，由屋苑步行至港鐵烏溪沙站，只需要7至8分鐘時間。港鐵站旁邊亦有公共運輸交匯處，而自駕人士經大老山隧道前往九龍 CBD， 亦不過係20多分鐘時間。而屋苑亦可以養寵物，屬於喜愛寵物人士嘅夢幻屋苑。主人房浴室亦設有通風窗，設有浴缸、淋浴間、2個洗手盆，完全配合唔同嘅需要。介紹完畢。